歡迎收睇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啊！今日第4堂嘅轉碟啦。咁首先呢，之前就教過拋碟啊、過手指啊、基本起碟啊，仲有中途加速嗰啲啦。希望你熟練啦，尤其是中途加速啊，好緊要啊！咁今日咧教啲難少少嘅嘢啦，要俾啲心機記下嘅啲步驟，就係反棍啦，就係咁樣做。其實反棍咧有幾種嘅，頭先我係呢個最簡單最穩陣啦，有其他嗰啲咧就係咁樣，淨咁樣倒轉支棍接嘅啫。不過咧，我教你嘅方法咧就係最穩陣嘅。點樣為之最穩陣咧？就係呢個換手嘅方法啦。啊，好啦，咁啊首先講講點樣做先啦。依家轉起就碟啦。如果你右手轉碟嘅話咧，就以下嘅步驟咁做啦。如果你用開左手轉嘅話咧，就將啲左右手調轉去諗啦。首先轉好轉行嘅碟啦，夠快嘅速度啦。左手攞住，然後右手反轉，攞嘅位置接近嘅碟嘅，跟住放左手，然後推上，倒轉支棍，指翻個中心接翻。再做一次啊！左手攞住，右手攞住近頂嘅位置，跟住推起接翻。呢個動作，呢個做嘅方法有個好處呢，就係當你反轉支棍之後，仍然可以中途加速㗎，仍然可以中途加速。記得反轉嗰時攞到最頂嘅原因呢，就係一反轉，你嘅手已經揸咗去棍尾度啦，好方便你加速嘅。當然啦，你揸中間唔係唔得，不過中間呢，你初學嚟講呢，點都係難啲嘅，加翻速嘅話。當然亦都有啲人揸中間都起得到啦，就算初學都好。咁其實呢個方法同淨咁樣反有咩分別呢？呢個淨咁反嘅話呢，你指正中間呢就冇問題啦。如果指唔正呢，試問隻手咁樣點樣加速啊？除非你特別練過啊。所以呢，最初呢就用啲就學呢個穩陣啲嘅反手嘅方法啦。反棍。另外反嗰陣時呢，記得你反嗰支棍推出嚟嗰下，唔好推去開面喎，直嘅喎。直嘅喎，成支棍直上嘅喎，留意下，如果你咁樣咧，就都要向外面飛嘅喎。咁其實如果你想推高啲嘅話，隻手拉不妨拉低啲，利用多啲嘅隻手多啲嘅活動範圍，令佢啲推得更高嚇。就咁樣示範多次啦。好啦，今日嘅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就係咁多先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